解我個 BB 次次食完奶都奶嘅？BB 出世頭嗰幾個月，喺啱啱食完奶之後，有一兩啖奶喺嘴角度流出嚟，係好常見嘅現象。不過我哋要分辨 BB 係嘔奶定係噯奶。如果係嘔奶嘅話，BB 會較為用力咁將奶噴出嚟，嘔出嚟嘅奶量就會比較多。如果 BB 有嘔吐嘅現象，嘔吐物有血或者綠色嘅膽汁，就要去睇醫生啦。咁我 BB 都係似噯奶多啲，點解會噯奶嘅？BB 喊或者飲奶太急，都會將較多嘅空氣吞入胃裏面。飲完奶後，奶就會跟住胃裏面啲空氣噯埋出嚟啦。噯奶並唔係代表 BB 有病或者唔舒服，亦都唔會影響佢嘅健康，所以家長係唔使擔心㗎。BB 噯奶之後，記得用乾淨嘅毛巾嚟幫佢清潔，咁就得啦。咁就可以減少皮膚受到奶嘅刺激而出紅疹嘅機會。點解有時 BB 食完奶1個鐘先至會噯奶嘅？BB 食道同胃之間嘅括約肌仲未發育成熟，飲奶之後括約肌唔能夠緊密咁關閉，所以如果 BB 食得太飽或用力喐嗰陣，奶就容易喺胃道度流出嚟。等 BB 大啲，呢個情況會逐漸改善。咁有冇辦法避免 BB 噯奶㗎？其實好難完全避免 BB 噯奶嘅，不過爸爸媽媽可以用以下嘅方法幫 BB 減少噯奶嘅次數。一、奶嘴窿要大細適中，等啲奶慢慢咁滴出嚟。二、餵奶嘅時候，奶嘴前端要充滿奶，以免令 BB 吞入過多空氣。三、唔好等到 BB 好肚餓先至餵佢，以免佢食奶食得太急，吞太多空氣落個胃度。四、千祈唔好逼 BB 食奶，餵奶嗰陣由 BB 主導食奶嘅速度同分量。如果你留意到 BB 食得慢咗或唔再啜，放開或吐出奶嘴或乳頭，又或者就快瞓着，可以停一陣俾佢唞下。五、增加掃風嘅次數，唔好等 BB 一口氣咁樣飲完啲奶先至掃風。如果你係餵人奶，咁就等 BB 食完一邊，幫佢掃一次風。我個 BB 好難先掃到風㗎，咁點算啊？有時掃風掃成2個字，BB 都未必翻啲氣出嚟。如果你同 BB 都攰，但係又驚佢會噯奶，咁你可以抱直 BB，唔好即刻將佢放平，嚟減低奶從胃倒流出嚟嘅機會。不過唔好用枕頭墊高 BB 個頭，因為咁唔可以減低吐奶嘅機會，仲有機會焗親佢添。我仲要留意啲乜嘢呢？如果你對 BB 嘅噯奶同嘔奶情況有擔心，你就要帶佢去睇醫生啦。另外 ，BB 吐奶嘅時候，啲奶有機會流入氣管。如果 BB 有持續咳或者呼吸急促，甚至皮膚同嘴唇變藍，都要即刻帶佢去急症室啦。